1分鐘由呢一個黃色變成呢一個嘅灰色。今日咧就要同大家介紹呢支嚟自台灣 Enshadow 嘅11號保濕劑。可能大家平時用完10蚊漂染完咧，如果你嘅頭髮變黃嘅時候咧，髮型師就會推介一啲去黃嘅手油水俾你。但係其實一般去黃嘅手油水咧，我自己覺得可能平時要擺10至15分鐘或者20分鐘先有嗰個效果啦。如果你用保濕劑就唔同啦，咁保濕劑個色素咧就會強過去黃手油水好多啦，所以佢上色個速度就會再快啲，同埋個效果會再出啲。例如染到我咁淺嘅白咁黃色，就算用普通嘅去黃手油水都好啦，我出到嚟咧都唔會直接變灰或者深灰嘅顏色嘅。咁但係用保濕劑就可以啊，用法好簡單，就好似平時洗頭咁樣洗濕個頭之後當佢手油水咁樣用，擺1分鐘至3分鐘咧，其實已經有個效果喺度啦。咁我而家試俾大家睇。咁你就見到推開咗之後咧，個色素你會見到佢係一個好深嘅紫色啦。咁其實佢就比平時我哋去黃手油水咧再深啲，同埋再灰啲嘅。好似平時洗頭咁樣，你見到咧一捽上個頭咧已經起泡噶啦。我因為平時用去黃手油水或者保濕劑都好啦，就喺等待嗰個期間逐質攞出嚟之後就好似咁樣亂，去加快個顏色滲入呢個頭髮度。係啦，咁其實而家已經過咗1分鐘噶啦。呢個時候你就已經見到我拎開嗰啲手油水咧，嗰啲黃色冇晒，甚至係已經變咗灰色或者白色嘅。如果我呢個淺度嘅話咧，擺得越耐咧，佢就越嚟越深灰嘅。自己覺得我唔想咁深灰，咁其實我染到灰色我就已經洗頭啦。好啦，咁你見到洗完出嚟咧，佢係變咗一隻灰紫色嘅，因為我頭髮係染得太過淺啦，即係我頭髮大家見到接近白金色嗰隻黃啦。咁所以我俾翻一個顏色表俾你哋睇啦。如果喺唔同頭髮黃色嘅淺度嘅話，出嚟個效果會點啦？頭先因為拍片要同大家 keep 住去講嘢 roll 機咧，其實我擺咗 at least 至少分半又或者甚至2分鐘嘅時間，咁所以出嚟效果會有少少紫色。但呢一個紫色咧，其實只要我過1-2日咧洗咗頭咧已經冇噶啦，而剩低落嚟嘅灰白色係可以 keep 到個零個星期嘅。咁平時如果擺1分鐘咧，出嚟個效果咧可能紫色咧都唔會有嘅，只會可能變咗個灰白色啦。咁其實 Enshadow 咧除咗11號保濕劑，佢就有其他唔同21、22、23號嘅保濕劑。去俾大家 mix 嚟 mix 去保染其他唔同嘅顏色，甚至有時有啲髮型師都會遇到嘅一啲叫做我哋卡綠嘅情況咧，都可以透過一啲嘅保濕劑咧去將呢啲問題解決嘅。詳情咧就可以上翻嚟 sweathhairshop.com 咧去了解更多嘅。